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离选举无到2礼拜，伫这正敏感的时阵，国防部证实中国一只家己制造航空母舰山东舰，伫昨驶过台湾海峡。中国的国防部昨嘛讲伫记者会顶头表示，目前山东舰的情况是一直真顺利。伫选举之前，中共这款的动作引起各界的注意。 简单的回答呢，就是4个字：一切顺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讲一切顺利，讲的就是中国头一只家己做的航空母舰山东舰一切顺利。按照咱国防部证实，就伫26日，这只航空母舰甲护卫舰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联合情感系统，全程掌握监控甲应变。不离个山东舰这个月17，接到海南3亚军港正常复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佮亲身出席典礼。根据卫星相片，山东舰24位南海基地离开，进行会议了后，头一摆训练就通过台湾海峡。伫2020大选的最后敏感时期，特别引起关注。国安人士认为这是国台办启动反渗透法分工了后新一阶段的武吓。 安那总统府嘛发声明表示，有关中国的军事动态，国军拢有严密甲随时掌控，请国人会当放心。嘛呼吁伊是两岸区域之间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双方共同责任甲目标。安那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昨日记者会，佮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国防授权法大声批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伊强烈表示，国防授权法干涉台湾、香港、新疆等真侪消极条款，敦促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加霸权思考，想要用台制华，根本是在做民望。记者综合报道。 配合苏花改明年正月7日全线通车，交通部甲经济部是做伙来打造台北花甲花莲线的国道客运回游河。昨嘛对外公布车体的设计哦，伊的内装佮外观拢甲传统的客运真无相共。未来通车以后，环岛1天就会使完成。 伊也设计做全部拢是白色的，车内底安全标示色水全部拢是银色的。设计团队用简化做原则来打造北华客运回游河的内底，设计重点是简单通光。车身外口是白色的底，而且配合8粒蓝绿色的石廊，向顶苏花改沿线的8步空。早起4件特别通车的苏花改，拄花莲出发3点半钟就到台北啊。 跟旧苏花比起来，当然是平稳多，因为旧苏花的话是弯弯曲曲的限速，超过30左右，然后大车也特别多。那这个路是比较平、比较直，所以比较没有这些问题。公路总局甲经济部工业局合作，要有客运加一寡设计，补助业者每一台车100多万的经费来打造回游河。北华客运1月7日上线营运了后，会有邦桥花莲、南港花莲2条路线来补客运宽岛的上下尾一段。 过去若是要利用客运拄花莲到台北，必须要先拄花莲坐去梨山，再搁拄梨山去宜兰市区全国都客运，即马该安尼是真利便。台湾环岛的话，公共运输能够在1天里面把它做到。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搭乘我的公路客运环岛的话，漫游的话，这些其实整个是可以串起来的。 北华客运通车的初期杀优待票，南港到花莲差不多200块，无甲代替自强号票价一半。若是台北客运甲首都客运伫咧半暝嘛有发车，通好弥补代替无发车的时阵，业者嘛讲初期唔敢想讲会趁钱，用服务来招人客。大概预估在通车的初期我希望载客率能够达到50%啊。好，那慢慢增加，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如果说载客率提升的话，那我也会跟着加开班次。 北华路线目前总共有3间客运业者，都日起85台车来营运，其中有11台是回游河。若是即届过年，嘛是北华客运头一届加入去春节疏运。公路总局分析，到时阵搭车地点可能会出现伫咧苏花改东澳甲南澳的部分，会用交通标志来调整控制，而且卖车分区警察来疏通。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2016年海军金刚舰无注意去弹出飞弹，弹到渔船，造成船长死亡，3个人受伤。将最高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中尉并去长、考
破费1年，士官长陈明修1年7个月，高嘉俊1年4个月有期徒刑，专案定验。再来看《自由时报》，针对全球高中职学生办理的机器人比赛，明年3月7日到7、8会伫台中的逢甲大学体育馆来举办。到时阵会有超过600名来自美国、澳洲、新加坡、佮台湾等国家的团队佮选手哦。这嘛是台湾头一遍争取到世界机器人比赛的主办权。再来看《苹果日报》，明年的基本工资会为每个月薪水23100块，调整到23800块；每点钟的薪水为150块，调整到158块。有483000多名本国籍的劳工会使受惠。再来看，特别过年咯，来看新竹市政府哦，因基本工资还未宣布要调整之前，市政府就决定哦，要针对每个月薪水无到3万块的临时人员，先来加薪700块，希望会使互因至少会使到3万块左右的薪水。但小鸟已经有一个囡仔，即马腹肚内底有第2胎。新竹市府人事处指出，目前府内的临时人员当中，有341个人领逐个月固定薪水24000二。未来3年会豆豆起薪水，目标是希望会当调到逐个月平均总薪水3万块。开心啊，因为就是对我们生活加减都有一些补助这样子，对啊，然后加上现在就有小孩子，其实经济压力也蛮大的，对于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以前就是手头比较紧，然后不敢乱买东西，现在逢年过节就是可以买一个包包啊，犒赏自己一下。市库所预算的这个临时人员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统调，只要在每月平均工资低于3万以下的人，我们都统一调至700元。针对市府调薪的代志，新竹市劳团是正面的态度，不过希望伫照顾劳工顶悬会当有更较侪福利政策，嘛希望约聘雇的人员会当做伙纳入调薪的范围。以我们劳工来讲，我们更希望你赶快的调升给我们的这个到3万块。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市政府人员能够跟随着一起调升。市府人事处表示，调薪了后，大约会增加市库支出487万。这道平均逐个月薪水无到3万块的临时人员，逐个月薪水会调整，会增加700块，预计有421个人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毋是在家的员工，咱来看台电有200多位劳保挂伫外包公司的派遣工程师哦，恐惊会伫年底失业。台电是表示，因为工程有大细月，所以无才需要来找派遣的工程师。未来会来辅导因考国家考试，嘛会帮因来倒找头路。也毋过，因为有的人已经伫台电做10多年咯，因讲哦，佮要考公务人员的考试，还是佮要找头路，拢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台电的派遣工程师大水淹到行政院定情，因为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去年伫咧推动政府零派遣的政策，也毋过换来毋是政府直接做头家，而是甲伫咧公部门做了真侪年的派遣力量拢自砍掉。台电的200多位派遣员工，伫今年年底就要无头路。其中有一寡工程师的服务资历已经18年啊。我是民国91年。进入台电，面试完知道说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等于是劳保什么要挂在工程顾问公司，那所以说用人部分必须台电决定，他们才能聘用。年底就要被裁员，我家里面有3个小孩，最小的才中班而已，然后叫我这个年怎么过？台电派遣员工分布伫咧综合工程处、营建处、协会工处等等。主要任务包括工程的监造、采购，被资遣的人数总共209人。虽然台电有做转职的媒合，不过就要无头路的工程师讲，媒合率无到2成。若是要参加国家考试，考登去台电，就因即马已经50岁啊，真困难。国立大学以上程度，甚至研究所的，才有办法考到前面的成绩能进来。我们这些40、50岁，说实在，尤其是都读专科的。说实在，真的会考不上。但是因为台电是国营企业，人员的禁用它就有法规的要求，要经过公开，而且要考试。台电讲，电力工程有人力调配单昂贵，所以找派遣员工，所来会辅导世界的老员工考试。劳动派遣产业工会律师讲，这个案件只是一个缩影，也有真侪政府的派遣员工有同款的危机，希望公家机关无应该规避责任，赶紧修法。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人自细汉食到大汉的四手啊，虾味鲜的公司哦，伫2017年防检举使用过期的原料，将高雄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讲违反食安法等67项罪名，罚3000万。老董事长嘛判2年的有期徒刑，专案会使搁上诉。他们内于事实，用这些预期的原料添加物的成分制造在他们的食品上面，所以法官依照这些证据认定，他们这些3位被告所为的行为已构成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判决书指出，虾味鲜这间公司为了减少成本，使用过期的茶叶粉等等的原料，已经违法2年外哦，至今卖出250万包有问题的产品，以1包10块来算，收入2500多万哦，损害到消费者的健康。董事长、厂长等3个人是分别被判2年到2年10个月有期徒刑。继续来关心天气哦，冷空气当下，东北风嘛真强，今仔天气甲昨是差真济。来看上新的温度。气象局表示哦，这波的冷气团上强的时阵是伫今仔，佮加上东北季风真强，这方面伫台北、新北市、佮基隆、桃园、佮东半部地区会落1点仔雨，中南部的山区嘛是会落雨，其他的地区佮外岛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下晡开始水汽会减少，也毋过明仔载暗时北方风台的水汽会开始来影响台湾，一直到12月31的早起哦，拢是会落雨的天气。温度方面，这波冷气团，互今仔透早各地温度拢降2度左右，离时的温度会比昨落4度到6度。气象局嘛提醒，新竹县佮苗栗县有可能会有10度左右的温度。明仔载大陆冷气团的东部啊减热，离时的气温会豆豆啊回升，也毋过早起佮暗时嘛是较凉冷。跨年佮新历年又佮有一波较强的冷气团，所以温度会佮愈低哦。再来看风台北风伫菲律宾的中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哦，四界拢淹水哦，所以有部分地区交通嘛中断哦，有25000多人受到影响，目前嘛至少造成20人死亡。风台北风伫平安暝登陆菲律宾中部，造成严重灾情，中部伊洛伊洛省甲东沙马省大淹水，车驶在水中，部分地区水淹到脚头区。阁有真侪厝顶的厝飞走，电火条啊嘛倒伫涂骹，造成停电。明都洛省毛增加冰船，靠搭伫海沙堡，风台互超过6万人紧急离开家园。灾区政府对外求助，希望补助进来。Yun, yung kung anong pwedeng may tulong na magagamit, yun ang ina-appeal namin. Sana matulungan kami. 风台嘛造成交通问题，导致无到驶长滩岛机场，嘛因为设备损害，航班停飞。到26有超过25000人调伫码头甲机场。若当天一向温暖的印度北部26拄到冷风面甲东部，民众穿碰西衫包安，光家伫路边行会出乱。ठंडी बढ़ रही ठंडी हो रही ज़्यादा हाथ सेक रहा 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है ठंडी。农部嘛造成火车慢运，真侪旅客伫车站无法度上车。另外，伫中国内蒙古因为大雪，有过落来汽车掉伫雪袂顶袂当，当然有人来到3工，车才能离开。镜头转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原本耶诞节才拢会落雪，毋过今年算是甲过去无共，一直都無落雪。平安暝迄天，佫出现破纪录的6.2度，互真侪民众感觉无落雪耶诞节较无气氛。Снеговика хочу слепить. Я бы в целом тоже не отказался. Ну и вообще снежки там поиграть, на лыжах покататься, что-нибудь такое. Это всегда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вот этого новогоднего настроения. 民众期待新年假期会当落雪，嘛有人认为较温暖，毋是歹代志。俄罗斯水文气象中心指出，莫斯科最近几天的温度拢破纪录，比印尼高5到8度。2019年可能是当地史上温度上高一年。若落雪，可能等到这个月底才会出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早起10点半开始，到下晡的4点6分，台湾地区经过5点钟又过36分钟的天狗食力天文奇观，咱做伙来看卖。等真久，部分炸掉的日头阁走出来，高雄刚好高小的学生赶紧体检跟边看。我刚才看到那是亮的月亮，太阳。我们这一关是利用双筒望远镜
然后放在这个板子上面投影，就会投影出来，绝对不可以用眼睛看，会很危险。除了提供光片看，学校也可利用望远镜导影，会让看到照伫咧白纸顶头的日头起一角。像我们今天的偏食，主要是在我们台湾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大概就是被遮蔽到37%左右。台北天文馆讲，这边天光热日，东西横跨经度60到90度，差不多规个亚洲拢伫咧范围内。台湾是伫咧偏热带，全国上大时分拢伫咧0.4以上，也就是日头直径超过40%互月球炸掉的。愈往南边，日头被炸掉面积愈多。中昼过了，全台湾拢会当看到。屏东县政府也设立6号座天文台观测。这里，看这里，看得到吗？官府讲，6号座天文台是目前全国高中以下校园内面上大移动加望远镜的天文台，会让远端遥控操作，也让即时翕来，可以让提供予外县市甚至是别个国外爱好者远距离观测。天光食日分做日全食、日偏食，也个日全食3种。根据统计，全世界一年平均只有人看到2遍，这边无看到民众，明年6月也个一遍会让看到日全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咱来看，民进党要赶伫年底之前来通过反渗透法，引起真侪争议，嘛成为选战互相攻击的事件。不过，总统蔡英文目前并无表示看法。尽管外界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不过民进党又要拼年底通过反渗透法。早起出席活动的总统蔡英文无加做回应，不过伫致辞的时阵，伊肯定调查局伫反渗透工作的表现。这1年来，不论是反渗透或者反情报工作上，调查局都有亮眼的成绩。现在调查局正规划成立治安工作站，持续的加强侦办电脑犯罪，以及防治假讯息。它只是一个国家防卫体系上面一个机制的存在而已。我希望，国民党我们在野党的朋友能够大家理性来讨论。而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是一直伫咧呼选党内立委，对韩国瑜之称，蔡英文遭到民进党内派系排开，互伊失去实权，所以伊才会参加党内总统初选。赖清德认为，因为韩国瑜唔是民进党的人，对外部看袂清楚。主要是习近平在元月2号公开习五点，以11月24号大败之后，基层非常焦虑，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才登记。那点名赖清德，韩国瑜更加讲，巴海游行是当局派系立马主导，伊为着争夺下届高雄市长，游行迄天更加甲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揢掉咧，互伊无得参加。当局是讲想济咯，想象力太丰富，下一届的市长，我想应该还有3年多嘛，声量比较低，大概都是会一直就修理高雄的团队，修理我们罢韩的活动。我说过，这些活动是民间自主性。我想他应该注意的是，刚刚谈到的这3位经常无的放矢的发言人是架空了吴敦义。韩国瑜定定甲指头指向民进党内派系争夺倒用台反击，韩国瑜选情陷入困境，应该爱多多注意国民党内部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跟张善政昨下晡参加青年创业座谈会，针对罢韩的行动，已经有3万份的联署书送到中选会了。韩国瑜是表示，背后拢是政治操作。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张善政2日下晡出席中环国际舞台青创座谈，来讲台湾青年创业的困难。台湾2300万人出去的电视、电影、歌曲、服装、美食，却比不上讲4500万的朝鲜语。政府不行，哪边不行？法令不行，哪边不行？我们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我们国内计程车、网络轿车的这平台非常的棒，一点都不输给 Uber。可是我们台湾好像没有看到它，其实它做得非常棒。下场大家大声喊加油，就那像是国民党的造势大会同款。不过另外一方面，罢韩团体嘛先急行动，发起罢免韩国瑜市长游行的维克尔高雄等等的公民团体，官面甲3万份联署书伫咧2日送去中选会，宣示讲要启动罢免程序。我们今天是提送第1阶段的联署提议书，这个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将进入第2阶的联署。
罢韩团体公民割草行动发出时间表，推算讲若是行动顺利，差不多170天了后，会当公告罢韩的投票日。对这个代志，韩国瑜表示，虽然尊重民主社会行使罢免的权利，却无法度接受背后的操作，替台湾民主政治历史写一页真奇怪的记录。这次所谓高雄市罢免的行动，为台湾民主政治史上写下了非常非常扭曲的一页。没有一个县市长上来2个月就开始罢免了，这充分反映民进党对高雄完全看为自己的口袋里面的囊中之物。2020的选战是变甲愈来愈激烈，国民党是一直咧捉民进党网军的议题，佮逼出民进党2代网军，点名深口地行销公司，要亲身向蔡总统报告网军的计划，专门来攻击国民党。韩国瑜办公室嘛质疑蔡政府经济数字碰风，批评能源政策有错误等等，敢若是为着要抢民生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要拼第年底之前通过反渗透法，毋过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批评讲这法案规气着改名叫两花断绝来往法，伊嘛呼吁讲民进党毋通想要赶紧立法。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2号伫咧第2届的政见发表会，口说哪力是贪官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政党，强调家己绝对重视司法公正，是民主自由的最后一个防线。26，宋楚瑜伫咧亲民党党部接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针对年底民进党要拼通过的反渗透法，是搁一届开炮。不是现在那个名词要改成两岸断绝来往法。到目前为止，这么重要的法案，公听会只办过1次。对于所谓渗透来源的定义这些事情讲不清楚。那你现在议程只排1天的时间，如何来好好的讨论？应该是选完以后，经过新的民意，大家趋于理性，然后好好的来检讨。宋楚瑜批评蔡英文用民进党国会释出的优势冲崩立法，未来准公法案通过，人民伫咧言论、行动，抑搁有思想的自由，拢会受到限制。宋楚瑜也表示，2号已经和郭台铭针对重要的议题交换意见，对反渗透法2个人拢有共识，绝对袂使让民进党强硬过关。我跟郭董事长交换意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再给民进党1次机会，不可以在最后的那个12月31号在那边强行通过，否则我所听到的就是他们准备发动同样的街头抗争。对郭台铭讲要发动2019年的日头花运动，到立法院组织抗议反渗透法。罗伟澄清本意是要反对凊彩立法，不过宋楚瑜表示，街头抗争唔是自由民主社会愿意看到的。伊搁一改向民进党发话，唔好违反当年民进党家己奋斗的目标，用具民意含一波。记者阿敏珍、陈国水台北报道。来看杨惠如网军的争议，写到台北市政府，国民党议会党团要求郭文德总写到市会专案报告哦。要毋过民进党的市员认为讲这是选举的操作，所以全部拢无出现伫议会。杨惠如网军争议烧到台北市政府，国民党议会党团认为台北市长郭文德无法度切割，要求伊早起到市议会专案报告，煞想袂到民进党市议员全部拢无来。我们给民进党机会啊，好好解释他跟卡神的关系，吓得跟鬼一样跑都不见了，一个蛋都没有。至少在我的任期内是第1次出现。这是一个选举操作，这是一个政治操作，所以民进党不应该在这个时间随机起舞。杨惠如创立的公司透过办理 WTA 网球公开赛摕到标案的补助，国民党市议员质疑为什么还未摕到授权，煞有法度通过申请，根本是买空卖空。这中间有没有人护航，还是他们违反法令的问题？一定合法的，只是不合理。哪些议员关心，不要闪避我的问题。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这实在是。选情敏感的时阵，郭文德花东后湾会长林冠霖伫面册发文表态支持韩国瑜，是因为伊无想要忍耐民进党到伊失去理智，引发议论。游淑慧询问郭文德，敢会烦恼像韩国瑜同款，互网军攻击？网军是一定会攻击的。那这个后援会会长的态度？后援会这个这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市长。金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继续为李静颖辅选，李静颖早起公布政绩影片，强调伫郭台铭甲郭文德2个人的加持之下，会当有声量。郭台铭早起是中心，并不是反对反渗透法，佮讲家己是上大受害者。主要就是说，应该
大家坐下来好好立一个很好的法。我本身并不反对设立反渗透法，反红媒的话，我是应该是最大的受灾户。郭台铭强调，伊的意思是应该甲法案留到后一个会期才审理，因为阁无偌久，这个会期就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中贸易谈判可能有结果咯。美国总统川普第2时表示，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签署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外交部第25日回应表示，双方正在密切沟通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伫咧25对媒体讲，顶礼拜中美两国元首已经通过电话，针对第1阶段经贸协议的问题交换意见，有关签约的相关细节也搁伫咧瞧。第1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问题，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这么2个国家签署仪式的日期甲地点拢也未确定。川普2时先对媒体证实，将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正式的仪式，由2个人亲自签字。We'll be doing a smaller ceremony. Ultimately, we will be having, on the China deal, we will be having the signing ceremony, yes. Will you sign it, you and Xi Jinping? We will ultimately, yes, we will. Do you know where that When we will get be? together, we will do, but we'll have a quicker signing because we want to get it done. The deal is done. It's just being translated right now. 美国甲中国进行了1年外的贸易谈判，这个月有达成第1阶段协议，内容包括资源、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加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加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加争端解决、最终条款等9个章节。双方也有共识，美国会分阶段取消对中国产品加扣的关税。迄当阵，美国代表莱特海兹有讲，2个国家代表将会伫咧明年1月第1个礼拜签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日本伫昨针对一名16年前伫福冈抢劫杀死一家伙仔4口族中国籍台人犯魏为执行死刑，这是今年日本政府第2遍来执行死刑。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25日南部选举造势的时阵，却受到来自加沙走廊的火箭攻击，这嘛是9月份以来纳塔亚胡第2遍去受到攻击。离加沙走廊12公里远的阿什克隆有火箭攻击，啊，毋过迄粒火箭去互军方的防空系统弹落来，几个点钟了后，以色列空军嘛对加沙发动空袭，啊，阁无任何团体出来讲即届攻击是因所做的。加沙地区是巴基斯坦哈马斯组织所掌控的，当地一个规模较小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顶个月捌甲以色列军方发生2天的冲突。以色列的合党2日举办党主席的选举。以色列电视台的画面表示，迄当阵人伫咧阿什克隆的党内竞选活动发表演说的总理纳坦雅胡，伫咧火箭带来的警报弹起来时阵，伊随伫咧随后的保护之下离开现场，了后就暂时先避入去防空洞内底。啊，毋过过无偌久无代志了后，就开始恢复竞选的活动。החמאס והג'יהאד האסלאמי לא רוצים שאני אנצח, מה לעשות? הם לא רוצים שאנחנו ננצח, אבל על אפם ועל חמתם אנחנו ננצח. ננצח מחר וננצח בבחירות הכלליות לכנסת. 以色列今年4月份到9月份小连续2场国会大选，无论是纳坦雅胡所领导的右派联合党，还是讲前参谋总长甘茨所领导的行中路线的纳贝联盟，拢毋捌得到超过1半的席次。新政府筹备一直还未出来，预计明年3月份会举办1年以来的第3场大选。就算讲纳坦雅胡顶个月才去互检方用乌西诈欺甲背信等3项贪污罪名来起诉，变作以色列第1位伫咧任内去互起诉的总理。啊，毋过一般预计，伊也是会当甲已经坐20年的党主席的位保掉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医疗成本是愈来愈悬，所以每年拢有将近200万人会到国外去就医哦。所以附近国家墨西哥就上侪人去哦，所以当地医疗旅游的产业嘛是愈来愈旺。美国米瑞尔为亚利桑那州红红城到圣地亚哥机场，在伊要经过边境到墨西哥的城市提华纳进行胃疗毒手术。米瑞尔是因为想要减肥，才做这项手术。啊，毋过伫美国，高叫医生诊断伤过大考，才能申请胃疗毒手术医疗保险给付。Because it's so much cheaper, and here my insurance wouldn't even cover it. So Tijuana is actually something you can afford.
it was like $4,000 to get it done, and here I don't even know. It's probably like $12,000 to $15,000. 只要这款的介绍，未使过医疗旅游的中人，对当替伊做好所有代志。Angel,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这边的司机甲米瑞尔到店去未使过的铁花那，差不多只要塞半点钟的车。亲像这款因为医疗的原因出国美国人，但你要花200万人，因为美国欠缺会当负担的医疗资源，有全世界相关的医疗成本。 All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do this. Why aren't we? Why aren't we? I don't want to have to worry about getting hurt or getting sick, and then I have to decide whether can I afford it or am I willing to just go ahead and be sick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ose my house or my car. 米瑞尔手术会伫专门治疗外国病人的病院进行，其中有真侪人拢是美国人。专家表示，因为美国的医疗欠缺技术管制，和比西国下国医疗旅游产业渐渐流行。 I'm Dr. Cáceres. I'm your surgeon. The surgery normally takes 1 hour, 1 hour and a half. Okay, and after that, you are going to go to the recovery room. Sometimes patients worry a little bit about safety. Really, the city is very safe. We have a great experience because we have a large volume of patients. We perform more operations than a doctor in the US. 经过成功的手术，甲24点钟休困，米瑞尔会当跟去伊的故乡亚利桑那。美国2020大选关心健保的议题，真侪民主党参选人拢提出全民医疗保险的想法。 米瑞认为真合理，不过就算未来美国引进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墨西哥的医疗旅游产业长期也是真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伫圣诞节即天依照传统的安排5场比赛，球迷会使为中昼看到暗时哦。这个传统嘛已经72年了，咱做伙来看卖。 James, that's his first three-pointer of the night. He was 0 for 7 from downtown. 洛杉矶的斯坦波中心有18997观众伫亚旦节即天要来感受 NBA 亚旦大战，由球星LeBron James 带头的洛杉矶湖人，甲港街城市的快艇队伫亚旦大战对决。结果有伤佮同款比赛，LeBron James 表现不好，嘛影响球队，落尾吞下4连败。 Beverly all over him. 6 seconds remaining. James step back, knocked out of his hands, deflected out of bounds. 这场比赛嘛是湖人连续21年伫亚旦节比赛，对手拍45届亚旦大战，其中摕到23胜，是史上上济。已经有72年传统的亚旦大战，今年伫12月25即天，拢会安排5场进入外地比赛，互当地放假的美国球迷会当一直为下晡看到暗时。 Off of James Harden and finishes with the tough floater in traffic on the other end, and Golden State looking good early on. 另外一场比赛，即是顶一季拍入去总冠军赛，勇士队伫主场迎战火箭，勇士 Curry 甲 Thompson 认为有伤，长期休困，互因赛前的战绩到7胜24败，排伫西区上尾名。不过这场比赛，Curry 未赛里伫亚旦大战拍出好成绩，摕到22分，甲新界新冠15个拿棒，从勇士演出最近30个赛季，亚旦大战上大意外，拍败西区排名第2火箭，嘛是勇士本季第1摆的3连胜。记者综合报道。 出转会昨公布单位性命案重新调查的进度，原本永久保密的档案已经伫11月来解密，也毋过哦，出转会发现讲，警总当时约谈单位性的命的录音带，反映的内容并无完整，录音档嘛已经消失了。今年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发生在民国70年，被看作是美丽岛事件案外案的陈文成命案。 当年台大学者陈文成因为著作党外人士，遭到警总约谈。第2天死在台大校园，真相敢若像一个白同款。出选会成立了后，积极进行命案机密档案解密。2公布命案调查进度，强调原本列做永久保密的档案已经在11月完成解密。发现警总当时约谈陈文成的新闻录音带，译文内容不完整，录音档案也下落不明。 调查的监察院或到了9月来台湾的美国专家，其实都还听过录音带，但是录音带从此就再也各历次重启调查的办案单位都找不到。
那我们是搭配档案要去访谈当年的，比方说重要的证人，那包括说甚至可能是办案人员，所以这个调查进度就是还在处理当中。邱展辉表示，提供机密资料的国安局以政治档案法规定，档案有影响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盖满50年才法度对外公布。由国史馆今年也针对陈文祥命案进行史料的汇编，就收录陈文祥的警长金门的笔录。历史学者、国史馆长陈义钦就认为，国安局一直未公开专案的机密档案，各种的怀疑声音又会继续来引起争论。来理解那个威权时代的这个情治机构办案的这种缺失，其实从陈文成案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有这种检讨我们觉得越详细的档案通通没有秘密这个是最好。根据当年警长讲法，约谈陈文祥的价程是12点钟以上，陈文的价程并好。不过邱展辉认为，证明用的录音带确实从来无对外公开，家属也唔捌听过，所以讲加找完整录音的下落列做重要调查项目。另外也继续甲国安局协商，互相关档案提早解密，解除各界对陈文祥命案的真侪质疑。记者综合报道。2020的总统大选，有人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产生真大影响，亡国感是选举中真重要的操作。咱来看学者哪贵哪日两党将对两岸关系跟中国势力是安怎来影响一场选举的看法。讲到国家的定位，哪日拢大声喊中华民国。现在不就是正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吗？我现在就是第14任的总统。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你也大喊三声：中华民国万岁！未来这4年，独立和统一都不可能。不过，2019年初，两岸关系伫中国公布各台湾同胞书以后，中国确立对台湾政策的新方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自民进党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敢若当用冷冰冰来形容。虽然安尼，但是对台31条政策公布了后，搁杀26条措施，中国有民间的措施一波接一波。比起过去来讲，它更有体验感。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发展，在每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谁是北风，谁是太阳？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高下立判的事情。对台湾的同胞也是国民待遇，那中国的国民待遇，中国的被奴役的情况，你国民待遇对台湾有什么吸引力？没有吸引力，但是他把它包装成会台。但是6月爆发香港反送中运动，北京政府甲港府止暴制乱的立场坚定，四界拢是警民冲突。民进党对外挺香港反民阵营，对内是大拍主权牌，抗中保台就顺势变做绿营选战最后阶段的主题。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估计到会引起台湾民众这么大的反弹。那再加上香港反送中事件的影响，以及整个美洲贸易战背后整个大的战略思维的转变，提升到一个就是我们在俗称所谓芒果干的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北京始料未及的。学者认为，两岸唔只是统一甲独立的选择，主权的维护甲民主的防卫，会是这道选战的主题。但是候选人要安怎务实应对，恐惊才是选民上想要知影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间太空科技公司原本伫今仔要伫台东的达仁乡来试射飞7号火箭，不过因为居民抗议，所以暂停。业者昨得邀请民众去参观火箭的基地，嘛做解说。不过船长是强调讲必须爱村民同意才会使做。这台载伫咧发射台顶头，由正新太空科技公司家己制作的太空火箭飞出1号。宽10公尺，宽1.5公尺，起飞重量3吨。日前伫咧台东县达仁乡蓝电部落对外展示，也向村民讲解火箭的用途，希望居民谅解支持。不过要求村民有记录。我就一直问他们要做什么，他们都不讲啊。问题是我这个都在买卖的话，卖出去以后可能人家不敢买了。我会怕什么？会怕污染呐。他们提出申请。让我们在过年后再来进行，明年初的这个第1次的我们的部落会议，针对这个议题再做一个讨论。
对外界担心火箭伫咧发射时阵所引发的污染，甚至影响安全的问题，业者讲火箭规标种石碑天顶也采用上环保安全的设计，袂危害部落。排水去把那个烟把烟的话全部都洗下来，然后呢，我们在排烟道的外面也用拦截网把有可能的烟全部都阻拦下来。严过业者互人晓出有违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几多项法规。业者解释讲，毋是无尊重地方，已经暂缓27个发射计划，也会申请地部变更，以后拍送扫到阿拉斯加发射。飞出以后，若测试成功，会让打破原本110公里的世界纪录到200公里。军事专家讲，关键就是这个相燃料技术。液态的燃料的危险度比较高它处理不好，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就是它如何在这个两种燃料混合之下，很顺利把它发射上去。如果它能够突破，那台湾这项科技是世界第1名。业者讲，每年差不多1万外台的火箭，甲卫星送上天，这个太空商机的大饼是大家拢要抢。为了这个全球太空产业的市场，行政院已经核定10年太空计划，计划要投入251亿，互台湾成做卫星地面接受设备零组件相关系统设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军一款叫做沙鱼机伫咧退休了送予台中朝阳科技大海航空机械系，希望会使来帮助学校培养愈较侪航空人才。外形有无共的色水，机身的脚真大的沙鱼喙，就是伊上显目的标示。伊是空军独一的沙鱼机 S2T 反潜机，伫咧大海服役半世纪了后，出现伫咧大学的学校内底，囡仔人看甲真欢喜，嘛是航太科系的外教材。那因为我们的学生他实务经验目前是没有。那如果有这架飞机的话，我们可以让学生去了解，比如说飞机的起落架，或是飞机的轮胎。国防部送予台中朝阳科技大学一只反潜机，未来除了是学校内底地标，嘛是航空机械系同学的教材之一。台中朝阳科大航空机械业是目前中部唯一实际训练还有操作的航空相关的科系。今年第1届是收45个学生，所有课程拢注重实作，每一个同学拢感觉讲真有挑战。因为飞机每个部位都有一个不同，它就是飞机维修手册会有一个不同的要求的修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各部位我要去多做他们的了解，以及记住他们的一些名称以及修法。甲其他的航太系数无同，朝阳科大引进实体模拟机，学生会当体验模拟飞行，实务教育嘛是学习的重点。除了机能以外，同学讲语言嘛真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科系注重的是英文，所以英文的话这方面平常要多听多练，有时候就是上网去听一下别人怎么讲英文。学校表示，目前注重航空机械维修、智慧机械甲复合材料应用3大发展重点。中部除了有国际机场，嘛是精密机械发展的所在。未来透过3合合作，计划伫咧10年以来，培育750名以上的毕业生，提供产业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政府伫咧排盐埕推广日零供电，岛礁的生态地嘛受到影响，所以就环保团体伫家己的宝地台南七岛来申请领用伫湿地边仔的国有地来做人工的生态地，希望岛礁会使来继续生态。然后这里是最比较深，就以前下雨。家己宝地盐埕无咧用了后，便了到寒人拢会吸引大批的水鸟。但是政府推测日零供电，第一座盐埔供电厂就设伫咧遮，互生态甲能源的转型产生两难的状况。宝地盐埕拢总有10区，8区甲9区已经有102公顷的面积种电。保育人士决定利用今年新就落的人用边际国有地机制，20区推测人工车地保育，来弥补供电的冲击。10区盐田，那它刚好就是位在这个61号快速道路的2侧。那希望透过我们这一块的一些水位调控，能够让鸟在这个地方有更好的一个栖地的一个品质，来做一些弥补。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伫今年初制定规范，无偿提供海岸、湿地、边塘、山区等等边际国有土地，互环团保育利用。头一批受理的2个申请案，分别是高雄市野鸟学会伫家己宝地91.34公顷，甲乌面大杯保育学会伫台南七股361.78公頃，而且伫2日下晡完成签约，任用期限是6年久。我们就在这里嘛，那这附近我们就可以照顾得到，那我们就把这边认养下来。现在比较急迫一点是说，
很多湿地都已经被光电占了，一定要保护一些让鸟类可以使用的湿地。NGO 会透过志工做伙拍拼，伫官人负责水位的调整，定期巡守，避免有人来乌白倒废弃物，定期举办环境推广。若是光电敢会对杜鸟的栖息造成实际冲击，嘛变做观察的工作之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关有一个社区举办千人控摇哦，因为真趣味，每一年一开放报名，就拢随风抢了了，有真侪父母拢带囡仔来体验。大人囡仔无用搬头，搁咧过火，这是中华关大村乡边河社区千人控摇，也是遐上受欢迎的农村活动之一。因为这项活动是真出名，抢着控摇名角的民众嘛，带囡仔做伙来体验。他没有玩过，就带他来看看。他觉得好玩吗？这已经好玩吗？好玩。社区每一年都会办啊。然后就想说，小朋友没有参加过啊，就带弟弟来玩啊。今年活动一开放报名，名额随互人抢了了。活动迄天天气也是真好，大家拢参加真欢喜。讲土伤淡吼，会控袂成，惊人失望。所以讲，阮真早阮就来截止啊。这个活动不只会当控摇，嘛有产业、展览，阁有销售的活动。社区的民众是真介意。另外，现场嘛有声浪幕的表演，希望互民众有一个深色的休困日。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国姓乡的沙糖感冒开始大出，今年产量虽然减少4成，继续平均是比以早悬3成。虽然产量是真少，也毋过是真甜，阁好食。农民食细二家黄艳艳的柑仔慢落来，最近南投国姓乡的沙糖柑开始咧大出，农民拢无用咧采收，加去斗3工分级包装。沙糖柑这款品种粒头细，毋过食起来是甜阁够食。我们国姓乡的砂糖橘种植的面积大概10公顷左右，种植不是很大，种植面积不是很大，可是品质非常的好，因为从今年大概9月份以后都没有下雨了，所以说甜度非常的高，酸度有微微的酸度，吃起来口感的非常好。最近3个月雨水少，和沙糖柑的甜度增加，今年的品质果了真好。不过受到气候的影响，暖冬地区花开了较慢，花开的时阵阁拄着落雨，掉了无济，产量大约减少4成，继续平均目起要3成。咱这砂糖橘吼，因为算旧年暖冬，所以影响到伊开花期，拖较慢，结果开始开花的时阵，又阁拄着落雨。所以伊的果率无真好，今年的产量差不多旧年的6成左右尔。农民建议民众要拣沙糖柑，就要拣粒头细的，肉质较幼。是讲当着时的果子，毋管大细粒，香气拢真足，甜不不的滋味，佮带淡薄仔酸，互人食了真煞脆。记者综合报道。为日本时代特有的台湾农林公司最近是甲屏东科技大学合作，因希望会使做伙为台湾的地米来创造一条新的路，互全世界拢会使啉到正香的台湾茶。台湾农林一间100年的做茶厂，伫1899年成立，伫台湾各地头拢有因的茶园甲茶厂。这回台湾农林也甲屏东科技大学合作，希望伫茶米产品的开发有新的突破。当然，以屏科大在台湾农业界来讲，算是首屈一指的。那刚刚也听到，从头到尾，除了热泡、冷泡，再来茶汁、茶粉末、茶汁的一个应用，都淋漓尽致。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屏东科技大学农园系伫农业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调整农作的技术、食品加工、产品开发，甚至是各种农机具的研发，落实台湾一粒一粒，甚至有优秀的人才会当提供培训甲资源。校长戴昌宪也认为讲，甲民间的公司合作，对学生要出业是真有帮助的。除了是说呢，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产学合作更加增加之外的话呢，也对我们同学的就业呢产生了一个新的方向啊。那我相信呢，对我们同学的将来的就业竞争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透过产业甲学校合作，未来伫茶米产业的专业人才培训、茶树栽培管理甲茶米的产品开发，拢会当互相斗争，找出台湾茶米的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各地头拢出现真侪真注重环保的少年囡仔哦。来看哥伦比亚嘛，出现一个囡仔，伊就要求官员哦，就爱重视气候变迁。一个囡仔敢若10岁尔。
今年10岁，哥伦比亚小学生法兰西斯科维拉带着10外囡仔来行上街路。因的诉求是希望大家对着环境议题投入更加多关心加注意，落实气候变迁政策。尽管人数真少，不过因为拢是囡仔，所以特别引人注意。No hay plan B. Este es el único, como les dije, es que es sorprendente, es el único planeta en el universo que alberga vida. 维拉伫这场街路行动进前就已经到参议院伫议员面前发表家己的意见，并且登上哥伦比亚报纸的头版。Yo vine en representación de mi grupo Guardianes por la Vida para pedirles que tomemos conciencia del daño que hemos hecho al medio ambiente. 维拉认为教育真重要，地球环境相关议题应该爱对教育入手。伊提出看法，并且采取行动，甲有名的瑞典环保运动者双匹克同款。而维拉的说法也确实吸引到大人的注意。Pues unos senadores me dijeron que querían trabajar conmigo. Aún así, allá todo el tema de la contaminación. 因为气候变迁加重、地球暖化，导致全球几啊百万真细汉的囡仔学生行上街路抗议，要求各国领袖重视气候变迁，并且落实环保政策。少年人行上街路发挥影响力，联合国警告，在2030年以前，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以避免全球暖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不过，在12月中旬，伫马德里落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各国并无对此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俄罗斯有一对来自中非科麦隆的翁仔某，因伫当地音乐歌餐厅的事业做甲是非常的成功。伊嘛鼓励非洲的少年人会使大胆来追求梦想。斗阵啃各种的汉堡，为中非国家科麦隆来的沃尔特甲兄弟翁仔某，身躯身家金世世，伫讲因伫俄罗斯创立的事业。今年37岁，沃尔特老爸是科麦隆的外交官，派驻伫莫斯科。沃尔特嘛伫莫斯科生活25年，有俄罗斯的国籍。13年前，伊甲2个学校的同学，其中一个是即马有名歌手蒂姆尔，共同创立乌青这个品牌，发展音乐事业。因为事业变大，佮经营衫甲餐饮业，将乌青这个品牌发展变控股公司。目前伫俄罗斯全国有100间的分店，佮计划向欧洲开分店。Soviétique et déjà nous sommes en train d'entrer dans le marché américain et je crois que d'ici l'année prochaine nous serons dans le marché européen. 沃尔特讲，过去旧苏联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不过因为俄罗斯转变，加上非洲这几年来快速发展，和各国拢希望会当甲非洲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莫斯科政府嘛是同款。Ils sont plus ouverts d'esprit. Donc, question racisme, si on parlait du racisme, je ne serais pas là. Vu que dans notre holding, je suis le seul noir dans ma holding, mais je n'ai jamais senti cela. Après, là, je crois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russe, ils voyagent, ils comprennent beaucoup de choses, ils se développent. 今年32岁兄弟同款嘛是科麦隆人，伊甲沃尔特伫巴黎谈恋爱结婚，伫2012年带因翁徙来莫斯科变公司公关。因为因伫俄罗斯的成功发展，嘛互因变做社交媒体的明星。Je crois que nous sommes quand même dans un pays où, en ce qui concerne, par exemple, dans tout ce qui est management, c'est en train de venir. Ce n'est pas, par exemple, comme dans des pays occidentaux où on a connu le capitalisme il y a peut-être de cela 100 ans. 正前俄罗斯总统普廷举办的第一摆俄非峰会，这对翁仔某嘛以成功伫俄罗斯发展的非洲企业家身份参加。因嘛希望家己成功会当共鼓励，和其他非洲少年人完成梦想。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